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台北的万隆变电所昨来爆炸，台北市、双北市大停电。虽然台电紧急来说明讲，是因为设备故障，毋是人为的疏失，也毋过学者提出着4项的疑点。至于这个台电，为什么这一个变电所发生事故，竟然就造成30万户来停电？啊，这个关键的绝缘油为什么会导火烧起来，嘛交代无清楚，互怀疑根本就是人为的疏失。啊嘛怀疑讲，这个爆炸背后恐惊阁有微博团。12号下午啊，万隆变电所发生爆炸，双北第183新店、双河拢总超过30万户停电。虽然台电有随出面说明，目讲会担全部赔偿的责任，不过这几个意外事故有真侪疑点。导人质疑，世代变压器故障，说互超过30万户停电。以平常时啊故障的影响范围来看，这真正伤过喊嘛。161 kV 跟69 kV 的变压器陆续跳脱，所以才会影响到这么大。不然，如果只是配电变电所的变压器故障，不会影响到这么多的用户。还有另外一个疑点，是安怎 A 区导火会去牵连到 B、C 区的回流排？都有专家伫咧晓，是绝缘油导火了后去吸到烟液，烟液内底有铁质的成分，才会发生爆炸。只是一个5号的配电变压器产生故障，因为绝缘油太热产生燃烧。敢是人为疏忽？台电会继续调查导火的原因。虽然台北变电所爆炸无人受伤，不过超过30万人无电通去用，敢会阁发生同款的事件，拢需要台电和相关单位继续来追查。